去互几落项罪名起诉的美国前总统 Trump 二是依法去到亚特兰大加监。Trump 和其他被告同款，伫加监徛着啊翕嫌犯的一个档案相片，过程无到30分钟，就以美金20万交保离开。伊也变作是有史以来美国前总统伫加监翕的相片，绝遂变作热扑扑的竞选相片。 美国前总统川普临时对纽约市坐私人选机到亚特兰大，并且伫真侪警力护送之下，到富里顿郡加监到案。道路两边有真侪支持甲反对伊的民众也飘骨牌示威。富里顿郡警长办公室对媒体表示，77岁川普甲本案其他18名被告同款，拢依照规定持手印翕嫌犯档案的相片。川普的犯人编号是 PO1135809。 川普也伫前新是推特的 X.com 社群号头发布，美国史上这头一张前总统加监的相片，并且附着干了选举永远无投降几个大字。顶面也有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大位的募款的网站名称，也有这连结。What has taken place here is a travesty of justice. We did nothing wrong. I did nothing wrong. 这是对4月以来川普被起诉的第4宗刑事案件。 罪名有违反交伫亚洲的卡油违法法，指使西人公职人员违反誓言，密谋冒充公职人员，密谋假造文书，也个密谋提交虚假文书，这总计13项。川普议员讲，家己无做唔对任何代志。反对党一直批评民主党籍的威利斯，讲伊想要破坏伊的白宫竞选的计划。川普伫富里顿郡加监，点无到30分钟，就真警以20万块美金交保离开。而交保条件是后审的期间，无用伫社群媒体，也是以任何方式威胁证人，也是其他被告，并且禁止甲其他被告来联络，除了经由律师以外。公视新闻王慧本编译。